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仔阿光。伫料理救援队的第4集，有小解传统的过年会穿发粿、甜粿、糖啊，搁会围炉。这盘是阿光上爱食的，袂互你食。咱先来小解相关的语词，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胃有传染的意思，像讲感冒、拍骹唱，爱会记挂喙暗，才袂喂互别人。伫放假内底，阿光讲，哈哈，大家拢食着我的喙烂，去互我喂着啊！干那想着过年要食啥好料的，就是去互阿光喂着西食啦。西弄讲无实在话，去影响人、煽动人。有一句话讲，人叫毋行，鬼牵哭哭地，就是去互西弄去啦。碰风形容人讲大声话，咬分加规，喊鼓。有一句话讲，碰风水鸡刣无肉，就是指经体人无才调，干那会晓讲大声话，喊鼓分加规。当生伫遮伫形容人较看重钱财。会记伫细汉定定听大人讲，做人毋通求搁涩，当生搁杂念，这种人足歹斗阵的哦。过年时啊，戴口罩拢穿甲足澎湃，卖物件嘛会讲好话，吸引人客。像鸟鼠仔头家，伊卖发粿的时，伊就会甲人讲：钱起家钱入大厅，富贵好运归山坪，新春大发财，食过发之财。人客若心花开，生意就做袂利。歹心学乐道的鸟鼠仔头家，掠着人想要大发财的心理，利用碰风的口号来洗弄人，甲伊卖外表有创意。毋过有变过骹手的发粿，食了煞变款，拄好互料理救援队掌着，用心机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好佳在有阿光恁料理救援队来阻挡歹人，要无这个过年就去了了啊！祝福大家新年大发财，新春好运来！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爱会记替台 Friends 面册专业市展、追踪、分享、料理救援队，后摆会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再会。